位乡亲，大家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高雄珠。来看有够喊，这是桃园机场第2航厦入境大厅，咱国界门面，早暗天崩破一空，竟然带来阿摩托角，好佳在无去击着人。看到桃园机场第2航厦天崩破一个大空，旅客讲是还真危险。安全性很重要啊！如果是整个天花板掉下来，如果是砸到人受伤，尤其是砸到外国人或者怎么样的话，毕竟不好看嘛，毕竟这是国门。很危险，可是我第一个想法是比较好奇的是，我以为又是漏水。哦，你以为是漏水是不是？因为之前漏水很严重。涂骹的砖仔角就是为天棚落落来，顶头搁另外一块。意外就发生伫15暗时9点半左右，桃机2航厦入境大厅南边天棚有砖仔角落落来，好在这当时无旅客经过，无人员受伤。天棚破空下骹有风速线，袂互旅客挖滚。相关工地人员嘛赶紧到现场处理。初步了解，敢若是顶头楼层的砖仔角落落来，将天棚攻破，才会造成击败印花。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风台敢会来，这是菲律宾的东边海面上，即马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上紧今仔日会变做今年第5号的风台 Dennis。气象局讲，上紧下暗会发布海上警报，若后日有可能就会发布陆上警报。上我们预测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在礼拜3、礼拜4、礼拜5会逐渐的通过台湾附近的海面，甚至它有可能会发展成今年的轻度台风。而受到在礼拜3、礼拜4、礼拜5受到这个低压或者是台风的影响哦，台湾各地的天气都相当的不稳定，尤其在东半部、南部呢，降雨是会比较明显的。甚至在这3天，其实台湾各沿海的长浪或者是风浪都相当大，因此请务必要避免前往海边活动。目前，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离咱台湾也有1000多公里远。气象局讲，明仔开始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东半部、南部会开始落底渐阵雨，华东地区会落大雨。到拜5，影响的所在会扩大到中部甲北部。风台敢会击败台湾，也该继续观察。也毋过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也有风速减弱的影响。今日咱全台湾除了外岛甲宜兰、嘉南，以及外这拢会出现高温36度以上，所以乡亲爱细致，唔通掉沙。受高温影响的，也有铁基路，这是昨昏台铁内力到中立这卡道传出铁基路歪去，火车经过这位的时是特别嗨、特别摇。台铁是检查了后，发觉讲铁基路无够直，有可能是伤热造成的。台铁区间车1177车次下晡1点02分经过桃园市内里到中立，东正线64.3公里的所在，车出现无正常的刷震动，那就是铁基路变形歪曲。那个上下晃动是不正常的，我们火车在走，难道你铁轨是上下晃动？对。万一哪一天那个铁轨断了你也不知道啊。台铁随通知公务单位去现场来勘查，发现铁基路确实有一寡无正的状况。路基松软，接有焊的不好，天气比较热，看着就比较明显。铁基路虽然无到弯曲的程度，啊，毋过斟酌来看，原本是直直的铁基路，出现一寡弯曲，有淡薄仔变形。落尾台铁随甲火车的限速降到1点钟30公里。另外，迄当阵铁基路的温度量起来是51度，虽然讲无超过近傍60度，啊，毋过嘛有可能是因为温度相关，造成铁基路的方向来刷震动。它只是方向微微的跑掉了，并没有到弯曲。今天温度有比较高一点51度左右了。台铁强调讲，暂时有甲铁基路用好直，而且派人来监督列车行车的状况。车速即摆已经提悬到每点钟50公里，这个所在区间车每一班前1分钟到2分钟，暗时会甲这个路段封起来，来甲铁基路调整救好直。若是铁基路弯曲的问题，敢是因为天气受热造成的？台铁阁要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气候反常，也佮加上霜啊雨的影响，日本的东部、北部拢出现日头晒无够的情形，温度上低状况。就亲像伫咧日本东京，平均予日头照到的时间已经是连续17天无到3点钟，这是30多年来上界严重的。这个做事人辛苦种出来几啊年，却是发觉奇奇怪怪、弯弯翘翘。これキュウリ。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农民真无奈讲出了答案。間違いなく低温ですね。低温と日照不足です。あ、そうですか。弱ったもんですよ、今年はね。根据日本气象厅表示，受到来自鄂霍次克海的高气压影响，以日本东部甲北部的太平洋这边为中心，带来真湿的空气。为顶个月底开始，大部分拢出现落雨的天气。为昨日为止的10天来统计显示，气候馆平均日照2点钟，东京市区平均日照2.9点钟，剑桥3.5点钟，福岛12点钟，拢比往年减少真济。其中，东京市区的日照平均时间已经连续17天无加3点钟，这是31年前昭和63年，也就是1988年以来没出现过的状况。东京正经历梅雨带来凉气，也就是所谓的梅雨寒，已经连续8天相关的温度。日照时数甲气温拢比往年还佫低真济，呼吁民众爱保重身体。记者综合报道。喺泡在水中，也就是叫土石流带起来，真侪民众叫水抢走。到顶礼拜日为止，已经造成上无55个人死亡，佮有90个人失踪。换一般的民众因为家园毁损，无厝通回去。尼泊尔并不是最近以一个受到水灾困扰国家。附近同款是富贵的南亚国家，印度跟孟加拉情况嘛不乐观。सबसे ज़्यादा नुकसान तो फसल का हुआ है, क्योंकि अभी जैसे ही किसान अपनी रोपाई शुरू किए थे, किसी तरह पंपिंग सेट से पूरी तरह सिंचाई किए हैं। सिंचाई करने के बाद जैसे ही पूरी रोपनी समाप्त हुई है, उसके बाद अचानक बारिश शुरू हो गया और बारिश वो भी इतना ज़्यादा होने लगा है, लगातार 70 से 72-75 घंटे की बारिश। वो धीरे धीरे पानी बढ़ता गया, बढ़ते बढ़ते पूरे खेतों में लग गया है। अब लगभग सारी फसल बर्बाद हो चुकी है। যে বাড়িতে রান্না করার কোনো পরিবেশ নাই এবং তাদের চাল ডাল ইত্যাদি অনেক কিছু তো পানিতে ভেসে গেছে এবং আমাদের এই মুহূর্তে দরকার সরকারের কাছে আমাদের যে চাহিদাটা যে মানুষগুলো তো খাবারের ব্যবস্থা করা এবং ত্রাণের জন্য আমাদের খুব জরুরি হয়ে গেছে।估计印度目前已经有超过150万人因为大水灾无厝通回去，孟加拉偏远地区佫有关达10万人叫雷公室啊公着死亡。今年6到9月，拢会替南亚地区造成真侪财政后果，但是去年都害死超过1200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现乡亲，咱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前高检署检察官陈玉珍向跋筊的电动业者收乌西，收2300多万，互判刑12档，已经互抓去关。司法院这部法庭认为伊违法的真济严重，撤销伊的职务，停止任用5档。再来看中国时报，今年大学指定考试有提报68件违规，拢是伫咧考试单顶头乌白写乌白做，写物件甲答案拢无关系，画一寡有诶无诶文字也是符号，甚至也有人画电动的角色就给咧。来看联合报，真正有代替的警察在处理补票问题，防堵死。代替企业讲过是要求代替爱检讨议案，代替提出具体做法，按算一个民国110年进前，通行电车车厢内底要装监视器，嘛会使新型的验票通关门。政治的消息来看，国民党总统初选的结果，高雄市长韩国瑜摕到44.8%的支持度，要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总统大选。韩国瑜表示讲，伊家己一点拢无欢喜，颠倒压力真重。顺利的通过第一关的，我们今天要特别恭喜的韩国瑜同志。感谢你啊 ，wonderful。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结果出来呀，高雄市长韩国瑜以44.8%真悬的支持率，赢过郭台铭的27.7%，还佫有朱立伦、周锡伟、张亚中等人。伫咧政党对比的方面，韩国瑜是47.7%的支持度，嘛赢过蔡英文的15.8%，还佫有郭文铁的18%，用真悬的支持度胜出，确定要代表国民党来参选2020总统大选。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一丝一毫的喜悦都没有。我感觉到无比沉重的压力，需要我来澄清解释的，我会继续来努力。恶意黑函的，希望能够就此
告一段落。韩国瑜嘛学了其他参选人的表现，嘛强调讲未来会整理其他人会当用的论述，有机会来推上这寡政策。其他两个参选人周锡伟啊个张亚中嘛表现出因的君主风度，拢来甲韩国瑜揽一个。周锡伟呼吁讲大家爱团结，张亚中是批评其他参选人的论述无法度建立应该爱有的理念。韩国瑜一定会被民进党追杀。我们大家一起来做韩国瑜的天龙护法。其他4位参选人的两岸和平、文化教育、军公教、年金改革等政策，完全无法树立本党应有的理念价值，更难以区隔本党与民进党在本质上的不同。初选参选人相互截长补短，与本党团结一心，才能抵挡民进党的步步进逼。初选结束，国民党党内爱团结。韩国瑜马上就伫当中用的外口，是欢喜甲亚国旗伫遐伫下，庆祝伊要来挑战总统的大位。韩国瑜变做国民党新的头人，要来拼2020，佮甲政权抢转来。记者综合报道。2010总统大选，总统蔡英文要拼连任，伊即马当地友邦拼外交。针对国民党的初选的结果，蔡英文嘛向高雄市长韩国瑜恭喜。蔡英文嘛对2020选赢总统展现出信心。宝克利纪念金塔边啊，拢是中华民国各界小朋友，总蔡英文亲自甲这囡仔握手，访问圣克里斯多福，甲年尾说第3天，蔡总统继续要甲友邦民众博感情。看加勒比海风景，伫世界文化遗产布林雪洞堡垒公园，会能感受到历史气氛。为了协助友邦拼观光，蔡总统要甲台湾的观光发展经验分享给因。我期待透过考察和交流，两国的旅游业者可以持续的建立起合作的管道，把加勒比海美丽的风情介绍给更多的台湾人。当然，也欢迎更多的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来台湾走走。人当地友邦拼外交，蔡总统嘛关注国内政局，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公布，蔡总统向选赢初选的公市长韩国瑜恭喜。首先要恭喜韩国瑜市长在初选中胜出啊！那我们不论我们的对手是谁，在2020的这场选举，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来争取最后的胜利。对2020总统大选真有信心，蔡总统更强调会做好总统工作。那么捍卫主权，让台湾走出去，让世界看得到台湾，这就是总统的工作。出访友邦争取国际支持，蔡总统要甲台湾这个好品牌向世界推销出去。记者综合报道。哪里两党的总统想要来选，即马人选拢已经知影。高雄市长韩国瑜确定要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的总统大选。昨昏伊是随去拜访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甲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去找找支持。也毋过郭台铭拢无出面，郭台铭敢会脱党参选？即马大家拢在看。高雄市长韩国瑜赢到党内总统初选，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第一时间无出现伫党中央，选择伫伊的办公室来召开记者会。伊讲伊接受初选的结果，佮强调讲希望大家团结来拍拼咱台湾的前途。因为我常常说过，成功不必在我，成功一定有我。我本来就是不计个人荣辱，希望团结打拼台湾的前途。要团结来拼胜选，韩国瑜胜出了后，遂开始规关的拜会行程。第一站来朱立伦办公室亲身拜访，两个人讲要半点钟。接落来，韩国瑜佮亲身拜访前国民党主席连战，找找党内整合，变成韩国瑜胜出了后的第一个任务。我也会谨记他跟我讲的，团结最重要。结束之后，我会立刻来联系郭董事长，只要确定时间，立刻登门拜访。韩国瑜原本嘛要去拜访郭台铭，毋过煞去互拒绝，因为郭台铭用已经去病医来探访妈妈来做理由，时间无法度配合，拒绝见面。针对初选结果，郭台铭敢若发表声明，先恭喜而且祝福韩国瑜，佮讲当在思考，敢会当替伊所爱的土地，还佮善良的人民来做啥？对中华民国的热情是永远袂改变，奉献的决心嘛永远袂放弃。这句话，那就是伫替郭台铭的后一步来做准备。未来敢是会脱党参选，还是讲找第三势力来合作，外界是真关心。尤其是过关配早就已经有风声。
有时候以前没有很仔细想，现在开始认真想了嘛。也不是你想跟人家合作，人家就在跟你合作。所以你想跟他合作？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奇怪，你们为什么那么担心这个几天后要发生的事情？等事前发生了再烦恼啊。无参加初选的王金平虽然声明未脱党参选，不过最近以来，伫各地成立金平之友会，累积地方的能量。算是伫党内一个真重点的少数力量，佮加上郭台铭暂时无表态，嘛互国民党内分裂的危机引起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日头会学运的领袖林飞鹏昨昏接落来民进党副秘书长，伊强调讲，会接落来这个职务是感觉讲中国介入咱台湾的状况愈来愈严重，想要来做社会转型的世代对话。和民进党主席董英台秘书长罗文嘉做伙翕相，太阳会学运领袖林飞帆正式接任民进党的副秘书长，加入民进党。林飞帆强调讲，接这个职务是感受到中国对台湾的渗透真严重，未来会致力伫社会转型的世代对话，守护本土政权。北京代理势力也在台湾有多重轴线，以不同的论述形式，企图将台湾置于一个中国框架底下。因为林飞帆过去至少10天对总统蔡英文、总统副秘书长陈桥等人批评施政无妥当，加入民进党的举动更加引起关注。林飞帆加入民进党，不是选择时代力量，是立立委洪志勇发文评论，嘛互外界解读林飞帆有可能将时代力量少年人的选票炸去民进党。真正的重点跟焦点不会只是在选举的竞争上面，选举是一时的，那未来在政策上面。朝野政党如何互相的对话，在议题推进上面能够更多的合作。我们不得不承认哦，其实飞帆的这样的一个抉择，其实是具有一个指标的一个抉择哦。毕竟他过去跟时代力量的这个关系是这么的友好跟亲近哦。对林飞帆的加入，董英台强调讲，欢迎少年朋友加入了后，互团队更加少年，更加有活力，变成改变民进党的力量。过去半冬，伊和林飞帆真接见面，真欢喜有这款的人事安排。未来嘛，请林飞帆伫咧选战和青年政策等部分多多投入。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关心农委会伫这个月推出金蕉登记收入保险新制度，农民投保了后，金蕉继续若放盘，也是欠收，拢会使用保险来赔。按算10月份会当开始接受办理。金蕉是咱保重要的作物，遇到天灾，也是讲产量收窄，就可能互农民损失。农委会为这个月开始要推出着金蕉登记收入保险，选定产量较悬的高雄大寮、美浓、旗山、甲屏东里港、高树等5个乡镇来试办。保险的对象是明年1月到12月要采收的金蕉，会当投保期间是为今年10月开始。台风等因素造成它的产量减少。那也可能因为市场的价格的一个崩盘，造成它的收益减少，所以香蕉收入保险就是为了避免天灾或价格下跌，造成种植香蕉的农友的收入的不稳定，所以我们预计在今年的10月就会推出这个香蕉收入保险。农会表示，这项保险主要针对是农民收入的部分，保险的金额就要看因选择的理赔的比例关价来做调整。在试办的期间，农委会会补助一半的保费来鼓励农民，不过有农民反映，就算讲政府要给因补助，不过本身经济较歹的人，所有可能看会到、接袂到。你农民种还阁7-8成，无嘛6-7成，收入袂稳定，你干那讲要创啊？恁想讲对农民要加一个保障？足好意啦！我即马强调是你7-8成收入袂稳定嘛，他有迄个量上钱，讲要来创要来保险咧。除了农民反映的问题，要承办这业务的农会嘛提醒，开办保险进前事先的预防工作要完备，亲像是种物件要登记的制度，就要落实，还会当掌握到所栽种的面积，避免农民因为有了保障，搁来大量栽种，出现着产销失衡的状况。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明昭权高雄报道。台南永康基隆宫2楼的凌霄宝殿7年前飞来一对古水的保育类动物鸟头鸟，因昨日伫咧庙内底带落来啊，咱做伙来看。一批
片互警声当中，一只立即保育类的动物领角鸮，随着声调，喙一边开，搁一边合，敢若是伫念佛经，互民众感觉真神奇。台南永康一间宫庙，7当前飞来一对领角鸮，只有是以庙为厝，成为了镇店之宝，吸引真侪民众上门来看。由于遮旅客安坐的时阵，个拢会飞倒来。系啊，人要安怎改插，伊拢袂飞走。台南市永康指龙宫7当前完成大殿的时阵，志刚是发现涂骹有野猫，抬头一看，10公尺悬的走近，才发现有一对领角鸮来出没。7当外来，搁定期生后一代，但是自上生2只了后，就无搁看过这对领角鸮。目前常驻玉皇殿的，敢若剩1只。2012年的时候发现的，这一对领角鸮，它刚好一对，它在我们的玉皇殿上的结网。庙方一直很爱惜这领角鸮。那领角鸮现在目前在我们都市比较常见的就是像领角鸮跟凤头苍鹰，希望民众能够了解它们是保育类的鸟儿，这样子。协照俱乐部是表示，领角鸮是二级的保育类动物，身长大约22到26公分，吸引力是真强，生活范围非常靠近人类，是都市常常看到的猫头鹰之一。业庙方对领角鸮嘛非常的保护，呼吁民众观赏的时阵莫甲因惊到。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真侪人爱爬山，伫咱台湾的山区嘛有一定之工，应用上简单的方式，山顶有啥就用啥，用山顶上介自然的材料来修理山路，来看因的故事。不用急哦，我们慢慢搬，先试看看哈，1、2、3。台湾千里步道协会以工作假期的方式，带着职工伫台湾山区进行100多条步道的修理。为了建立修路制度，协会伫2013年创立步道学的课程来培训步道师，并且伫2018年底进行认证。这样的东西包含你对工法的纯熟度，其实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累积。所以为什么我们累积了将近10年，才会办第一梯次的步道师的认证？步道师必须有对生态环境法律甲手造步道的认知，不只是领导的人，也是照顾的人。像这个地方大概已经有3100公尺左右的一个海拔高度，就是要注意一下志工们他们的一个体能状况，因为这边空气相对的稀薄。每一段要修的步道，拢由步道师来先踏勘，因了解石头、土甲水的关系，也佫知影如何运用这天然材质来修步道。因为我们尝试想要在这个已经变谷地的地方，做一些横向的排水，让水可以分段的被排出去。做了一个步道，然后让大家走，然后很安全，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就感。专业的步道师和步道增加了理性的力量，确保修路品质，为台湾留着一段美丽而且安全的山路。记者综合报道。金门海上长影活动自本顶礼拜6要办，结果海影伤大，为着安全全取消。这嘛是17年来头一摆取消，予选手拢感觉真无彩。沙埔顶悬一排一排的选手穿游泳衫、春电暖身，大家拢已经准备好，要来参加抢滩辽乐湾海上长影活动。今年已经是第17届，7月13吸引超过1500个介意长影的民众来参加。没想到大会所宣布海象无好，考虑选手的安全，活动取消。这嘛是活动举办17年以来的头一摆。这个数据都比前一次南洋办那个永渡龟山岛的数据都还恶劣，所以经过我们风险评估小组综合讨论以后，就忍痛宣布今天的活动就取消。这对远路来的选手原本期待要来等功夫，选手表示非常的无彩，敢会使5万明年再过来挑战。不过，毛袂少人留在岸边耍水。第一次遇到取消，这个我们相信大会的评估，所以我们相信专业。不会，因为其实我们还可以在岸边玩水，然后风景、阳光其实都很好，所以也不会说来这边白来这样子。选手和游客为了留在岸边耍水，为了甚至游泳出海，考虑到安全，眼顺地遐以一口坑指挥民众上岸，偏偏因为风影伤大，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南州有一个农民叫邱永官，伊种一种品种真罕见的黄金布丁
酸饮，坚持用自然农法，无用化学肥，健康更好食。甲落我透露的详细看酸饮的状况，每一粒拢是农民区饮馆用心栽种的成果。品种真特殊，伫屏东真罕咧看，因为伊食起无纤维，像布丁共款骨溜，因此红合作是黄金布丁酸饮，肉质真油，嘛袂伤甜，食过的人拢真饿了。那这芒果呢，吃起来非常的清香，有点像布丁，感觉口感很好。为了种出无毒佮健康的酸饮，区饮馆采用草生栽培，互农作物自然家己熟，佮爱定定加树基，互酸饮树会当拍得力，嘛会当预防风雨的灾害，来降低损失。虽然伫自然栽种的环境之下，看起来无遐尼水，但是伊认为安尼食会较放心。我在一直想说，怎么样改变，说他们喜欢吃，而且又吃了不会这种过敏的感觉。结果就一直说不然就自己下来种。他们吃了说不错。所以我现在全部都不用化学肥料啦，就是用那个鱼池的水来灌溉这些芒果。种酸饮已经7档的区饮馆，为了种出健康的酸饮，无赶要收成。当然，果子园的管理成本各会提悬，甲营收无法度比。但是，伊对自然农法栽种的坚持，互协助管理果子园的屏东县联社理事林明静真佩服。他收成压力会很大的，那就是理念啊，对就是我就帮他。即马黄金布丁酸饮已经通过屏科大374项药剂检验，区饮馆嘛开始规划要甲果子园开放，提供民众体验满酸饮的趣味。未来嘛要推广上市，互更加侪民众会当食到无毒、健康又阁幼绵绵的黄金布丁酸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要紧的新闻来关心香港反送中运动，拜二伫咧沙田大游行，最后流血流地变作警民冲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昨暗去看受伤的警察，嘛讲这一摆的示威者是暴力分子。沙田的大型商场玻璃差不多拢向讲破，外口刚刚真济拼出来本数，因为14下晡伫香港沙田举行的反送中游行变作警民冲突，有10位警察受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昨暗时前往病院看受伤警察，伊个讲使用暴力的示威人士是暴徒。我哋嘅警務人員喺度走到最前線，維護香港嘅治安嚇，佢哋盡忠職守，而且非常之專業克制嚇。但係竟然受到呢啲暴徒啊，我覺得真係可以形容係暴徒嘅肆意襲擊佢哋。林鄭月娥閣指出，法治是香港新嘅基礎，毋過有嘅抗爭者使用暴力傷害警察，伊強調會全面調查，並且追究到底。向問到是毋是請辭特首，伊表示伊嘅任期是5年，若無經修法證據已經停止。毋過有學者指出，港府無回應民眾訴求，這是一直抗爭原因。对很多群众来说，要求独立调查或者其他的问题，事实上政府都没有回应。最近几个礼拜里，可以看到他每一次声明都是公开谴责示威者的暴力。很多人就说那警察的暴力了。如果政府没有一个公正的答复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政府是在袒护警察，就慢慢已经变成了下一波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诉求了。香港反民主派议员佮一摆呼吁特首应该正面回應民眾訴求，建議溝通管道無會是上訴局面。Otherwise, I think Hong Kong as a whole will be the loser, and every Hong Kong people don't want to see it to happen again and again because it is going to happen every week, which is a tragedy for the Hong Kong society if all these situations continue to happen. 香港反送中示威27日後，調整色調變遍地開花，將戰場變大到各地，隨時拄到警方以強勢武力反射，造成警民衝突。反送中抗爭已經拖1個月尾，預計伫7月底前為17到28，差不多每禮拜攏有系列遊行活動。學者認為，港府若無重視民眾心聲，明確回應訴求，恐驚後續衝突還是會繼續發生。記者綜合報道。南韓受日本限制出口半導體材料，即馬南韓的民眾昨昏是去首年的日本大使館外口，講要抵制日本貨。去了加多甲日本製造的衫，數十名南韓中小企業業者組織佇日本駐首爾大使館外口，甲衫加開等日本貨，呼籲抵制日本的貨物。 일본의 이번에 그 협상 테이블의 자체는 정말 우리나라를 얕보는 그러한 푸대접으로 보이고요. 일본이 이럴수록 우리 국민들은 함께 뭉쳐서
이런 불매 운동을 진행해 나가야 될 것입니다. 这个月4号开始，日本政府限制把半导体原料出口到南韩，对南韩的半导体行业造成真大冲击。南韩总统文在寅捌真侪届向日本政府要求，把这项政策剔除。不过，日本选取出南韩过去真侪届，互人发现捌把部分原料送去北韩的无正当行为，指控南韩违反联合国的决议，讲是必须要管制向南韩出口原料。对此，南韩国内除了开始有旅游的抵制以外，嘛有开始抵制日本货活动。 일본 정부가 아베 내각이 각성하고 사과할 때까지 경제 보복을 처리할 때까지 끝까지 불매 운동과 판매 중단 운동을 펼칠 것입니다. 另外，南韩马向 WTO 世界贸易组织反映日本违反贸易原则，在南韩政府要求之下 ，WTO 嘛答应，要在这个月23号到24号，在瑞士日内瓦总部召开的总理事会会议面顶，讨论两国的贸易纷争。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若是南韩到时阵决定真正起诉日本 ，WTO 会先和双方进行协商，若是有关无法度解决问题，得进入委员会的审理程序。记者陈世东报道。 埃及伫这个月13开放2座上古早的金字塔，其中有一座自1965年就无开放参观啊。这一摆的开放，就是为着拼观光。 埃及上古早的金字塔之一，斯尼夫鲁法老时期所起的曲折金字塔，伫首都开罗南边差不多40公里远的达舒尔，自1965年以来一直拢无对外开放。埃及政府13决定开放游客入内面参观。 Today we're having a visit to the famous site of Dahshur, which is registered on the World Heritage UNESCO list. As part of the Memphis necropolis, which extend from the Giza Pyramid until Dahshur to the south. 曲折金字塔差不多伫西元前2600年埃及古王国时期所起的，公认是金字塔建筑的过渡时期代表。游客会当对金字塔北边透出来的入口处，背对下边一条79公尺深的棚坑，去到4600年历史的建筑内部，内面有2间房间。另外，考古团队阁发现一系列的古物，包括石材、灰仔土和棺材，其中部分棺材内面有木乃伊，阁有茶做的松棕红仔面。 雕塑石器的工具等等。Dahshur is a very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site with 5 pyramids at least, 2 pyramids of Snefru, the Bent Pyramid and the Northern or the Red Pyramid, and 3 pyramids of the Middle Kingdom of the 12th Dynasty. 就着开放金字塔，埃及政府希望会当进行2011年政治不安以来不断受到打击的观光产业。记者综合报道。 柬埔寨五哥窟有一个真厉害的囡仔兄，伊卖纪念品给观光客，所以会晓讲真侪国家的话。伊影片捌伫咧网络顶头流传，变做网红。即马有人甲赞助，要互伊去中国读册。我可以会广东话、中文、英文、泰国、日本话、韩国话、法国。哦，merci beaucoup。 用中文甲游客对话，可以当伫16种语言之间换来换去。伫柬埔寨有名的观光景点吴哥窟湖群，卖纪念品的柬埔寨少年沙莉，去年11岁，伊就因为这个影片真多个语言令人影片，人都伫网络传起来了。 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卖东西给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体，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厝内散食沙莉为7岁就开始斗3工，趁厝内所费，甲小弟斗阵挖苦卖纪念品过生活。安尼推销好本事，甲语言能力，拢是由游客学来的。 伫大家拢知影沙莉的语言能力了后，伊人生目前重大转变。今年15岁伊，前一站因为得到中国集团“一带一路”相关计划赞助，2个月前已经伫中国浙江省一间私立外文学校，等月进前想未到上课生活。我告诉他，给我去中国了，我就可以学校知道什么，我就长大了，我就有很好 good job。 我在抖音上看过他，对。后来呢，那上面我看这小男孩挺厉害的，还会这么多语言，这么小就去卖东西了。后来，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比我大。
汉草比工会人较细只的沙里，真有志气。伊讲未来想要进入北京大学读书，变做亲像马云共款的成功企业家，都要趁钱改善家己的家庭，嘛希望有能力到参加其他柬埔寨的人。记者综合报道。今头等下咱讲来，咱来关心的是核一厂的2号机运转执照张高期正式退休，也毋过有环保团体认为讲，拄遐的工作小组改赞上低。选立核一厂2号机运转执照过期的日子，环保团体一合力台电门口。在地反核团体表示，等核一厂毕业等40年，即马总算等到，但目前社区都要计划委员会急速上低。只放在新北市政府这样的层级明显不足，与我们环团在行政院所提的诉求，由行政院层级成立，完全相违背。毛环团指出，2号机目前的状况，阁是伫大修阶段，烦恼只要完成大修，就有可能另外找方法，寻求重新运转的可能。恐惊即马是假独业真大修。因为他们都在玩这种文字游戏，所以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说，核灾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谎言，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揭破它是假厨艺真大修。但台电说明，两部机组反应炉内底拢有燃料棒，电厂确实是比较大修模式进行安全维护，但8月中就会开始来进行实际的拆除工作，无法度送电，这哪有可能是假的？我们也会在8月中旬，把整个我们核一厂会电力往外传输的第一个联络铁塔来予以拆除。那其实就已经证明了台电有处理的决心了。我不懂什么所谓的巧门是什么。原联会表示，就算进前的状况是大修，确实完成大修以后，2号机的运转执照嘛是已经到期啊，就代表机组无法度佮运转发电。记者林俊明、陈信良台北报道。新竹的清华大学走表运动场最近发现红狗仔，所以围起来插旗啊，警告唔通入去。原本应该是要予学生运动的运动场，刷起防球封锁线袂当入去。原来是清华大学学校内底最近去红狗遐走入来，草坡面顶四界拢有插告示牌，禁止老师甲学生挖过，才袂去用加。怕被咬到，他可能跑到跑道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教练如果要排一些在草地上做的一些活动的话，可能就会受到影响。这样发现后就联络厂商。那在上一周，厂商做了3天的一个连续的防治，在所有你看到操场的位置，还有我们的附近的草地周围都有进行防治。那已经3天的部分已经做施药完毕了。那在之后，7月份跟8月份都会再陆续进行追踪。新竹市政府接到通报了后，嘛随派人去现场采样。目前除了清代有出现红狗仔以外，另外伫新竹真有名的景点南寮渔港的运动公园，嘛有发现红狗仔。即摆已经紧急自由啊！市政府提醒民众，若是伫外口有发现，应该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目前红火与中英这边有列管的有107处，那需要防治的面积大概580几公顷。最大宗的是一些农地的部分，那农地的部分除了大面积的防治之外，我们也有提供药剂给农民进行施洒跟防治。市府人员提醒民众，红狗遐有攻击性，若是去用夹到造成红肿碰拍，会使先用地裤甲水来洗洗咧，而且来捂冰，千万唔通甲碰拍了互破，才袂细菌感染，而且爱随去互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那超兴滚糖的疫情，即马农委会的统计，幼童通报确定的案例有206例，咱全台湾即马只剩嘉义市无虫害。秋兴滚糖幼童伫环卫餐顶馆食着幼苗啊，经过秋兴滚糖应变小组上新的统计，到7月14号为止，幼童通报确定案件206件，全台只剩嘉义市还无沦陷。成虫确定案例是118件，特别注意的是，应变小组分析发现，受到秋兴滚糖危害作物全部拢是环卫。我们也观察到其他的作物，包括我们田间常看到的落花生、甘薯，甚至于有一些牧草类的。我们都还没有看到它危害。
目前观测到秋行滚塘只只贩卖，不过并无代表限制牧草小卖店确定是无受到危害。针对逐步受害情形，农委会副主委陈冠贵回应，主要分布伫云林县、花莲县，通报受害面积差不多是64.17公顷。应变小组强调，秋行滚塘荒地目前维持农民通报强制喷药第2阶段，何时应迈向第3阶段，由农民家己决定。那我们也考虑到农民用防治的时候，他所投入的成本，那我们是用经济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农委会表示，秋行滚塘已经伫本岛定根，目前正来找找天地，包括开发翠岩软风沿架生地秋行滚塘2点悬一节已铺出来，目前正来进行效果评估，一旦有效应推广。农委会强调，第3阶段海塘整合性管理，正来做最后确认，透过整合各种防治方法，采用预防为主，治疗为辅，最后手段是海塘达到防治基准，对喷化学药剂。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送报告的配送员送回时送着我的饭丝枪，伊后斗开雄带一条。工会是表示，公司有规定讲，动物若是活的，袂当用夹的，毋过要夹的人若电青嘛无法度。统一速达工会7月13日人民车铺饭丝枪的相片，真无奈表示，后客寄报告，啥物拢有，啥物拢无奇怪。下骹的人话嘛引起真侪讨论，有人批评讲真正是小蛤蟆，嘛有人烦恼讲送货的人的安全会去受到威胁。状况是同仁他打开后车厢的时候，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条蛇，他已经跑出来了。那还好今天没有造成前线弟兄的伤害。如果同仁受伤，他又没有办法在及时的情况之下送医，后果我们真的不敢想象。速达工会就是乌鸟在疾病的员工组成的。工会指出，其实公司有规定，动物通拖等等的活体禁止运送，袂当受理。毋过，若是寄的人用标本等等的名义来隐瞒，公司因为相信客户，佮家己若是无发现有啥物奇怪的所在，嘛是会正常来寄出。毋过，收到饭丝枪已经毋是头一届，过去嘛捌出现过黄金蛇、加蛇等等的活体，互员工惊到。动保团体表示，虽然动保法第9条有规定讲，运送动物的时阵要注意啉的水，还佮有排泄的环境。毋过，敢若有公告内底动物员工爱得到结业证书才会当运送。毋过，针对动物运送管理办法，敢若有加强加轻，还佮有要查证珍贵的动物适合使用。法律行动还是因为阿和的事件，他们才把它放进去的。主管机关应该要即刻去进行这个部分的管理公告。饭丝枪已经对保育类的动物降做一般类的野生动物，伫运送的方面，对动保层面来看，确实无一个管理。对劳工安全方面来看，劳动部表示，照这个安全规则，头家有责任采取预防隔离设施，也是个人的护具。违法的人上当会当罚30万。工会讲，会阁请公司一定要交代超商的代收人员，甲民众确定包裹内底敢有活体。伫配送之前，大家先注意，才袂阁来发生讲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攻击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屏东高树的大排水沟，互民众发觉讲规条沟啊红记记，也毋过这个所在是水源区，不应该是安尼，所以县府嘛派人去调查。原本应该真清的大排水沟，全部变做红色的，民众真正是错一条，赶紧甲画面翕落来，向民代来投诉。这个现场伫咧屏东县高树乡排水沟边仔是田，平时压水拢会用排水沟的水，看到水变安尼，农民讲真正是有够夭寿的。看下这个买个卫生做工。就是传说什么出来的那个水什么都红红的，对，跟我讲好几次。当地村长讲，排水沟变做红色的，去年就捌发生过一届，毋过无找到凶手。县政府表示，早起已经派人来了解，毋过到现场的时阵，水质已经恢复正常，会甲民众提供的洪水来送验，了解内容物。调查规工了后，初步已经掌握可疑的对象。上游应该都有禁止这个养猪了，畜牧业都有禁止，那工厂更是禁止的。从那一个水的外观颜色来判它来判定，比较可能是水性的那个颜料的部分的可能性是蛮大的，可能包括我们一般民众或者是一些装修工程，甚至有一些简单的那个加工。环保局表示，高树乡去用6日起水源保护区，无高污染的工厂，无排除讲水变色是去互人来倒洗过有色的染料。除了等待检验的结果，嘛会请警方斗3工来调沿路的监视器。若是确定违反的人，可能要面对上悬30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具铁路警察处理补票问题是洪都市，代替企业甲规条要求代替爱检讨议案，代替昨昏召开安全检讨会，宣布邀请直接伫企业列车长做代表，引起工会不满。
纠纷却造成台警被告代替承诺1个月来检讨维安下晡开会，针对列车维安事件通报进出站无票旅客管制、执勤人员自我安全防护训练、环境支援措施、列车安全防护演练等6项议题讨论。会议中，对列车长防身器材讨论上热烈，最后决定另外开会会诊需求。需要的配备也很多种。那我们今天会议里面主席也责成我们的运务单位在针对同仁的要求这一部分呢，再开一个会议来聚集说大部分同仁所需要的一些配备。代替表示，针对无票旅客进出，也伫3年来完成新的开关门。目前伫招标阶段，毋过这场安全检讨会议，代替企业工会却拒绝参加。工会表示，代替伫发开会通知时，请的拢是一办公室的主管，只互工会干部列席，并无邀请第三员工代表。安尼会议是真表面。他没有尊重到我们一些现场的真正的一个诉求面，他唯独今天临时这么的召开的情况下。也只有在纸上谈兵，相关的人员的代表的情况下，没有与会的情况下，我们工会拒绝出席。企业工会批评代替过去前一摆发生补票纠纷，列车长被攻击已经毋是第一摆，到即摆却连基本的防身配备拢无够。将伫拜三直接面见交通部处长王国才，针对员工执勤的安全提出工会版的建议。另外，新竹乡好商人成务甲代替员工薪水评价问题，也当面向交通部来တင်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伫面册顶头打一段影片，因是批评台中的警方无尊重外劳。拜6礼拜拢安排真侪警察伫咧台中的东协广场巡逻，也毋过警方表示，这固定巡逻已经真久啊，是要避免外劳啉酒惹事。真侪警察徛伫台中东协广场头前，原本一日楼梯移工赶紧收物件，甚至有警察用封闭的方式要求外籍移工离开。代志发生伫顶一周末，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伫网络抛出这段画面，因为移工是涂骹是印尼特殊文化，单纯一个开讲，就被强制赶走，有滥用公权力的疑虑，质疑警方强制赶人的正当性。其实台中市或者是整个台湾也不多的空间可以提供移工这样子休闲娱乐的。那警察来这里就代表说我正在盯着你看，那你最好不要做出什么奇怪的行为。我觉得他们在任何地方活动等等，应该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也不希望说自己的就是人权受到影响。东协广场四界拢是真济个有言禁止的标志。台湾国际劳工协会指出，台湾文化甲移工原生国家无同。硬体环境无够优先，针对性真强。而警方指出，当地常常接到酒后纠纷，固定伫周末拢会排班巡逻，当日并无强制赶人。主要对象就是有酒醉状况的消费完的这样子的移工。到傍晚的时候，营业时间已经结束之后，我们仍然会发现有类似酒醉的移工在这个金字塔附近聚集的话，我们会口头予以劝离。警方解释，目前伫遮活动的外籍移工以印尼甲越南的上济，而这项勤务已经执行10多年。针对路人或者是公共空间，或者是有安全疑虑进行这个劝离，并是只针对外籍移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最近推出一项真特别的文学展览，重新展现台湾新文学之父医生作家赖和的懒魂诊疗室，互民众做医生按赖和的角度来看殖民时期的台湾社会。民众入来参观展览进前，爱先穿医师袍、挂听诊器，才会使入来懒魂诊疗室，用医师作家懒魂的角度来看台湾殖民时代的历史。那赖和医师当时在帮忙这些医治这些病人的时候，同时也是在聆听这些庶民生活所遇到一些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就透过听诊器，让每一个人带听诊器去聆听赖和故事里的一些角色对话。其他人吼就做唔正生理啦。懒魂诊疗室当伫咧日治时代的台北北警察署，也就是今卖的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展出。懒魂是赖和的笔名，伫日治时代，赖和用白话文字写台湾在地故事。赖和的长孙赖国元用3个精神来诠释赖和对台湾的影响。人道的关怀，批判的精神。一个民间的立场，我想赖和留予咱的
精神，我感觉用这三个会使你来家做对热河精神，咱免来家延续落去。咱军诊疗室展览，甲要我100年前的新旧文化论战，变作是现代咱军族的对话，真深实，阁真好理解。展览现场也特别设置相敌自动手写机器人，彰显热河的字，以科技甲创意呈现跨时代的对话。记者尤怡珍综合报道。台中当时地灶已经拍远啊，伫内底有一块日本时代的手粉笔，在地文书工作者认为伊有文字的价值，嘛有化石证据。文字工作者指着红叶中的石笔，拢是岁月的痕迹，后边刻字说明了伊的身世。昭和这2个是很明显就被拍往外挂，不过这石英砂很非常硬。当时文书工作者李天德指出，这个石笔意义特殊，却被遗留伫个废弃的旧当时都在场内底。截至目前为止，台湾现存的日治时期的寿文碑不超过15座，5位为人类牺牲的畜生的灵魂。地方上老人表示，当时都在场地质地时期原本伫到这市中心，真兴的时期，一天用台近100只精精，为了安搭设置手粉笔，后来才刷到即卖当时公布对面。文书工作者表示，伊发现了生魂化石的可能证据。大甲溪就地取材的白冷层石英砂岩，这石碑的上面，这有一道是生魂化石，生魂化石是白冷层的特征之一。当时区公所表示，日治时期的资料已经未当可靠，真歹确认这座手粉笔的真正年代。台中市文资处表示，已经接到相关的题目，文字身份或者是生魂化石的真实性，一定会专家会去来确认。这不排除有以前早期的这一种类似屠宰的这个地方都会有寿魂碑，考古的专家也一起去看，对，那才能判定说到底有没有李老师讲的有这个生魂化石的这一个部分。台中市文资处长指出，采手粉笔是日本传入的方式，设定地点在这方式，也让文书研究者观察这地区的产业甲自然发展的过程。当时的地方人士是希望文资处能确认伊的文书价值，列入古物保存。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五体永联国小附近古早地名是阿武寮，为着要让学生囡仔会当熟悉地方的历史甲文化，才设计倒仔椅，让囡仔在桌顶耍，让囡仔哪耍哪了解地方的故事。阿寮内底耍水，学生入去照顾捡卵，这是台中五期永联国小学校内底唔但饲鸭，阁有趣味的倒仔耍，介绍阿寮。过去伫永联国小附近有真侪人饲鸭，古早地名就叫做阿武寮。学校为着让学生了解地方的故事甲文化，老师吉头壳设计出一套真趣味的倒仔耍，可以认识57区以前的旧地名。原本就是不认识一些永宁国小里面的事物，然后现在已经认识很多了。想办法阻挡别人抢先得到第一，然后也要保住自己的零件。学生先拼先，算介绍阿寮，算甲真认真。除了回答问题、争取分数，阁会使用工人卡、吉头壳大车饼。那你受到台风侵袭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工班卡来修复。那透过这样攻防的一个机制，让游戏更增加它的趣味性，让孩子们从中学习到认识我们永宁国小的各方面，包括历史沿革，包括校本课程发展的特色，以及在地文化等等。这套作游是全部由本校的老师自行开发设计，完全不假他人之手。全校师生做伙照顾体会古早人的艰苦。学生一边耍倒仔耍，一边认捌在地文化。学校望未来介绍阿寮，也搁伫校园内底饲鸭，这两项会当变作是永宁国小的特色课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日的温度，先来看，伫个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
东北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5度到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